弟兄姊妹平安，歡迎嚟到我哋每一個星期靈修系列嘅第3個星期。呢個星期我哋將係探討如何喺困境入邊保持屬靈嘅盼望。喺生命嘅低谷嘅時刻，我哋或者感到沮喪、焦慮，甚至失去信心。但神嘅話語話俾我哋聽，即使喺挑戰入邊，佢依然嘅同我哋一齊，並且賜俾我哋所需要嘅力量同埋盼望。今日我哋經文係嚟自於羅馬書12章嘅12節，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呢段嘅經文係教導咗我哋有3個嘅關鍵嘅原則。第一，喜樂於盼望當中。神嘅應許係真實而且係可信嘅，我哋係可以因為佢喺我哋嘅生命入邊嘅計劃所成就嘅美好結果而喜樂。忍耐於患難中，困境係一個增強我哋信心嘅過程。透過忍耐，我哋可以更多嘅嚟體會到神嘅信實同埋同在。第三就係恆切嘅禱告。當我哋持續嘅同神係交流、傾偈、聆聽嘅時候，我哋嘅心就能夠得着更新，並且喺佢入邊揾到安慰同埋平安。我哋點樣喺困境入邊保持屬靈嘅盼望呢？第一，緊握神嘅應許。我哋經常嘅默想同埋背誦神嘅應許，就好似今日嘅經文一樣。當負面嘅情緒湧現嘅時候，用神嘅話語重新得力，培養感恩嘅心。我哋每一日記錄一件值得感恩嘅事情，即使係微不足道嘅小事，呢個都係幫助我哋睇見神嘅供應同埋祝福。第三，係要建立禱告嘅生活。我哋要將憂慮同埋需要係交俾神，並且耐心嘅等待佢嘅回應。喺佢嘅禱告，喺我哋嘅禱告入邊，我哋可以得着神所賜出人意外嘅平安。第四，係同屬靈嘅同伴係分享。我哋揾到一啲屬靈嘅夥伴，彼此分享我哋自己嘅心同埋係代禱，讓神嘅愛係透過團契豐滿嘅臨到我哋入邊。喺呢個星期，我鼓勵大家，第一，首先係每一個默想羅馬書嘅12章12節。我哋唔係要去逐字嘅去背誦死記硬背，而係透過默想，我哋將呢個話語係進入我哋嘅生命、我哋嘅心入邊，將佢作為我哋困境入邊嘅盼望嘅源泉。喺禱告入邊，第二就係喺禱告入邊誠實嘅向神係陳明你嘅困難同埋感受，求神賜下力量同埋引導。第三就係主動聯繫，主動聯繫一位正係經歷困難嘅弟兄姊妹嗰度，用經文係鼓勵佢哋，並為佢哋禱告。喺結束嘅時候，讓我哋一同嚟禱告好嘛？親愛嘅天父，我哋感謝你，因為無論我哋面對住點樣嘅困難，你總係同我哋一齊，賜俾我哋力量同埋盼望。求你教導我哋如何喺困難入邊仍然保持對你嘅信心，並且將一切交託俾你。亦求你讓我哋成為彼此嘅鼓勵，同信仰嘅家人一同嘅喺你嘅愛入邊得着安慰。奉主耶穌基督嘅名而祈求，阿門。嚟緊呢個星期咧，我哋將進一步嘅探討如何嘅讓屬靈嘅生命不斷嘅嚟成長。
歡迎大家再次嚟參與，並且邀請你嘅朋友同埋家人一同嚟加入。